新闻开始来看，去中国发展真侪档。台湾的网络作家罗心去年传出失踪哦。最近风声讲，伊是因为伫中国出版禁册，互公安抓起来，互判刑12档。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仔嘛证实讲有这案，海基会嘛表示讲，家属已经有提出讲要求协助。最近这几年来，一直有风声讲，有台湾人去中国旅游或者是做生意的时阵，常常去互关起来。即马佫传出搬去中国住，台湾成人小说的作家罗心，因为私底下出版禁册趁钱，被判12年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证实，罗心因为犯罪被抓起来，相关的案件当依法办理。海基会讲，家属已经有提出求助。家属上周确实与海基会联系，配合家属诉求，并为保障当事人权益，以循两岸两会既有的管道，促请陆方协助。罗心本名廖明安，去中国发展已经真侪年啊，伫个广东珠海定居。人讲伊是中国宪法武侠革命运动发起者，伊伫中国经营已经真侪年的网站阿米巴星球，去年9月开始就无看到过看。伊本人的微博嘛超过1年无更新。今年2月，中国公安部网安局捌发文指出，有查到一个合作豪赌小说的 App， 内底违规咧卖用宪法小说的外衫，是这团报色情的小说。甲廖某人等等主要的负责人抓起来。其实中国2019年开始，就以净化文化市场特殊为理由，加强思想的监管、甲内容的审查，也规定网络小说袂当描写女性颔骨以下的部位。很难去拿捏说，在中国有哪一些黄线、红线必须要去遵守哈。我们可能认知到说这只是一个这个文艺的小说，但实际上在中共容易认定说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社会稳定，有违习近平所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相关的一些精神文明的一些发展。学者指出，中共当局最近对娱乐、出版、甲文艺等等的行业一直加强控制力头。不过，管制标准互人杀无涨，嘛互相关的业者面临的风险大大加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